这个时刻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还有2分钟，复活节的敬拜赞美就即将开始。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安静心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摆上，单单的献给神。富强的家人们平安，很高兴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可以齐聚一堂，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开始敬拜赞美之前，我们先来看2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用华语一起来念，预备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2处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在敬拜开始前，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哈利路亚！复活的主，你不在这里，你已经复活了，亲爱的耶稣。你是死亡的征服者，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独一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跟颂赞。是的，主，我们这个时刻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声音，还有我们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让赞美成为武器，平息一切仇敌。让赞美成为武器，战胜一切忧虑，高声唱，赞美神奇。我们要宣告黎明，黑暗变成光明。我们要大声歌唱，宣扬你的生命，高声唱，赞美神奇。我看见你摧毁高墙，看见巨人倒下，恐惧都消散，当我赞美你。复活生命与我同在，高举你到永远，凡有气息都呼喊赞美你。赞美你。战胜风浪来袭，高声唱信心，诗歌平静，改变我心，高声唱，
有生命在这里，自由地方已来临，天堂敬拜的生命，赞美你，赞美你，有我生命在这里，自由释放已来临，天堂敬拜的生命，赞美你，赞美你，我看见你摧毁高墙，看见巨人倒下，过去都
眼光、关系，拢归乎坐伫做者甲油膏，到代代无尽。好，咱来做伙来唱《万王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你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谢谢耶稣，你一次献上了自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谢谢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谢谢耶稣，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你亲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是从你的身体经过，就是从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设立。亲爱的耶稣，我们存着万分感谢的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降服在你的面前，更深的来敬拜，更深的来赞美你，更多的对主说：复活的主，我深爱你。这个时刻，我们要将我们的心高举来献上，向神来唱，何等的感激！复活的主，我们深爱你，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曾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更深的对主来唱，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曾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
活的主，我深爱你。我们一起开口的来对神祷告，更多的将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里，更多的思想神为了我们的罪牺牲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为了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他的爱就已经拯救了我们。是的，耶稣，耶稣，谢谢你。主，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宝座、居首位。主
与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咱来迎信心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万民拢敬拜，感恩尊严如灵，宏远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日日落落敬尊，赐下感谢。万众的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各乡因信，阿罗兄弟主庇。现在，现在，现在，主领导万世代。阿罗三位是独一大主宰，阿门。主已经告我啦，坟墓已经空啦，阮的性命得到拯救。伫今仔日是主告我的日。愿正受恩的囝儿欢喜自集来到你的圣殿，来赞美、来阿乐、来称颂救主无限的大疼，施落救恩，予伫罪中的众百姓。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安排了美好伟大的救赎工程，让人类在绝望罪恶捆绑当中，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克服死的权势，从死里复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是神所赐人类最棒、最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边，要用喜乐歌唱，要欢呼来唱颂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救恩是属于每一个愿意接纳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的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明确确信主耶稣的救恩是属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的渴望，这样的祈求跟期盼。感谢赞美主，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礼拜得着丰丰盛盛的恩典。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着，咱要用坐念速读圣经，我们讲华语或是台语，做为坐念吼，咱来坐念速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庇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阿门。大家请坐。平安，感谢主，咱做伙欢喜伫遮来欢庆、来赞美咱的主过活。下面，咱的圣歌队甲管弦乐团要用无比大听这个过活节的清唱曲，带咱做来敬拜。我要邀请兄弟耳孔来听这个歌声，目睭来看银幕的歌词，这就是一篇耶稣基督救恩的讲道。大家安静做伙来领受。伫搬过节的无几日前，耶稣甲伊的门徒行伫往耶路撒冷的路中，准备要去庆祝即个犹太人的大祭期。一大群群众听到耶稣已经到伯大尼，甲伊的好朋友玛利亚、伊的阿姐马大，以及耶稣互伊对死过活的小弟列撒罗做伙用餐。众人围围，爱要亲自看见这位充满气力、行了最神热的先知。当耶稣甲军队伊的人特别到伫耶路撒冷的时，群众哪来哪大阵。伫耶稣入城的时，众人也让手机去领旨话讲，何塞那奉主性命来的，应该得到儿乐，儿乐归伫以色列的王。
虔诚的犹太人组织备办搬过节的迄几日，何塞那的歌声伫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三应声。搬过节的大日子到啦，门徒问耶稣，看伊爱因去倒落，准备因家己着守的搬过节。耶稣就指示因去到城内，伫遐有一个提水办的人，伊话带因到伫一个已经备办好势的楼顶，就伫遐因要准备过节。到伫暗暝的时，耶稣甲伊的门徒三甲聚集，享受搬过节的宴席。当因得要食的时，耶稣摕饼，祝谢了后，就对因讲：“摕去食，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耶稣搁旁杯，祝谢了后，讲：“摕去啉，恁拢着啉即个杯，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约。”是要为着侪侪人流出，通互因一切的罪过得到赦免。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耶稣和门徒们结束了晚餐之后，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到一个叫做客西马尼的地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对他们说：“我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一个欢喜的日子。启应文第3篇诗篇第2篇，咱做伙我来启，大家做伙来应。列国是安怎做声势？地上的君王在排阵，统治者斗阵计谋。伊讲，咱着降水压制咱的胆。上主坐伫天顶在笑，伊收起甲因警告。伊讲，伫我的圣山石岸，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要用王的铁冠甲因降税。正君王啊，着谨慎，着用敬畏服侍上主。才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所以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咱做伙三角来祈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生命的主，唯有你能胜过死亡的权柄。你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使我们得称义，主啊，求你赐生命的活水，浇灌我们的心灵，求赐这复活的能力，使我们活着不再只是为了自己，乃是你在我们生命里活着。主耶稣，求你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确信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于你。凡信你的，也必复活。阮伫天顶的爸啊，伫这个过活节主日，阮是真正满心的感谢。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圣殿，要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因为你赏赐圣经基督耶稣，成做阮性命的引带，阮的保守也甲拯救。主啊，阮也要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敬拜你。透过今仔日的主日，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馈力，帮助咱用阮的生命来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福强教会50周年的逐项事工来祈祷，求你互阮富强的兄弟姊妹伫服侍、事工、门徒训练，甲教会的软体、硬体的提升方面。拢有你的提醒甲引带，有温厝的智慧来做上适当的决定。恳求你常常提醒着阮，有一个谦卑的心、温柔的嘴、骨力的身体，伫事工顶面尽心尽力。阮的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在第1部分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4章第1节到第9节。这时我来读。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妇人人带着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隔开，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这项代志戆去。毋知影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艳艳的衫，徛伫身边。迄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趴落涂骹。因2个人甲因讲：
你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咧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搁活。你着爱记住，伊要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定死入家，第三日搁活。迄个妇人人就想到耶稣的话，伊离开梦转去，将这个代志拢对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来报告。圣经在第2部分记载伫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13节。这个见证就是上帝已经有赐咱永远的活命。这个活命是对因的囝来的。人有上帝的囝就有活命，无上帝的囝就无活命。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囝的人知，恁有永远的活命。这是咱要邀请圣歌队来进行第2部分的献诗。献诗煞了，下牧师今仔要讲道的主题是荣耀搁我的使命，荣耀搁我的使命。耶稣祈祷了后，伊倒转到门徒的所在，却发现因神教拢困去啦。忽然，因受到门徒之一的犹大所带来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犹大用真讽刺的出卖行动，就是浸耶稣的喙皮做记号，通互要掠耶稣的人认清楚。遐个真生气的群众，包括祭司头、圣殿的守卫、官员以及宗教领袖，将耶稣掠起来，带伊到伫大祭司的厝，逼着保持安全的距离，远远对伊伫后面。伫充满白贼、虚假、干净、甲冷漠的审判过程中，遐个宗教领袖找尽办法要判耶稣死刑，安尼，因就通对因中间拄起即个受人称作先知的耶稣。真侪人用假干净来要害伊，总是因所讲的拢无证据，拢是编造出来。迄时阵，彼得也已经来到大祭司的殿院中，点点坐地。忽然有人对伊话讲：“是你就是军队耶稣的人之一。”彼得随时否认。天曝光的时，宗教领袖已经决定要将耶稣判死刑，因将伊带到总督毕列多的面前。当时有惯例，就是伫搬过节期，总督有权放一个百姓所选择的犯人。当迄时，有一个真凶恶的犯人，叫做巴拉巴，受关伫家里。当群众已经聚集的时，彼得多问因讲：“恁爱我偷放倒一个人？是巴拉巴？”也是叫做基督的耶稣。生气的群众受到大祭司甲宗教领袖的使人，就大声话讲：偷放巴拉巴，将耶稣钉伫十字架。彼得多屈服伫群众的要求，就将耶稣交予兵丁，兵丁用鞭拍伊，侮辱伊。用紫色的袍甲伊抹，搁将刺做的冕旒滴伫伊的头壳顶，然后就将耶稣带出去，要钉伊伫十字架顶。
这位受上帝所差遣，做伊疼世间上大的礼物的耶稣，担受判做大歹人，徛伫群众的面前，受到遐个以来要世间要拯救的，判了定十字架的死刑。但耶稣已经受判重罪，就是顶十字架的死刑。耶稣互人带到一个叫各各他，就是头壳碗的所在。伫伊的两边有两个犯人，甲伊同受定十字架的死刑。平定甲侪群众，甚至伫伊的两边的大侪人，拢支持伊，侮辱伊讲，伊捌救了别人，却无法度救伊家己。伊若会对十字架顶跳落来，阮就要信伊，但互上帝来救伊啦。差不多是3点钟的时，黑暗盖满全地，圣殿的帐篱离做两边，耶稣
大声后叫讲：“爸啊，我担将我灵魂交伫你的手。”这话讲煞，伊就断开啦。就伫迄时阵，先知以赛亚的话得到应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为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这位神圣疼的使者，已经为咱受死啦。当世间的救主受死来完成上帝永远救赎的大计划迄时，全地拢恬静啦。这位谦卑的人主，
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反倒拼空家己，取奴仆的样相，出世甲人相款。伊甘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是参与伫钉死耶稣的人。伊看到主的情景，心肝大受感动，讲：这人真正是义人。毋免骄疑，耶稣所讲的话，伫遐个徛伫十字架的见证伊死亡的人的心内，不断地回转。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有比这个较大的疼。
神无尽的爱跨越了永恒，胜过了仇恨、自私和不公义的愚昧行为。或许罗马人和被误导的宗教领袖们在那日钉了神爱子十字架，但他们却无法粉碎这信息以及神无尽的爱。爱的救赎工程尚未完成，就在7日的头一日，安息日的黎明之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坟墓的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复活，正如他所说的，唱哈利路亚！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感谢主，咱第一段
圣歌队甲乐团所献无比大听的诗歌7首，做伙来学乐主的过活甲救恩。咱要多谢，拢总有26位的圣歌队员，20位的乐团，个咱的指挥以及咱的司琴，咱用一个普声感谢多谢，感谢主。咱拍扑啊，毋若是咧鼓励，咱实是做伙学乐咱的上帝。即时咱要请圣歌队员先离席，然后请几位同工来移动这个阶梯吼。咱也多谢这个乐团有咱的这个客座的吼，搁咱所有这个乐手，感谢主，咱甲因拍扑啊，搁一遍拍扑啊，这个回座。伫即个咧山顶洞的中间吼，牧师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啦吼，刷报告。第一就是讲，咱的乐团大概一年差不多3摆吼，3摆配合咱的圣歌队有献唱，搁偌济，搁来就是咱的周年庆，也搁有咱的即个圣诞节吼。咱想讲。台下10年功了哈，台上1分钟啊，所以呢，我们很期待我们教会这些乐团的成员，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参与在里面哈。你也干嘛讲？我有乐器的恩赐，我就不只是在我的专业继续努力，我更要能够用此来服侍神，来赞美上帝所以呢，我们的乐团呢，准备要来招募我们的学员，招募学员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奉献。咱头前这椅咱有的坐较客的所在，咱会使来坐咧头前较冷会较冷安尼第二个报告，咱第2阶段要分享主的话。咱也有13位的兄弟要来洗礼、健身礼，甲咱的即个信仰告别了后典礼了后，咱要做伙来领受圣餐。愿主甲咱三甲弟弟，咱礼拜煞咱有要送一粒代表生命的卵，搁偌济卵来送互咱大家这个圣餐桌也要往前挪请同工更多同工来帮忙，可以吗？更多同工来。可以。咱有的中较边所在较客，你会当刷来头前，阁有这个空的这个椅会当来坐。我们在一起领受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以喜乐欢庆的心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复活的时候，再次思考我们的生命跟神救恩的关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启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遥控器，你知有遥控器伫遮无？各位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读2段的圣经站有读2段的经文
那第一段经文呢，是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如果大家再重复复习一遍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段经文跟刚刚我们圣歌队唱了第7首第7首，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相符合连结的。其他的重点就是礼拜日，今天就是礼拜日。在几个礼拜前，牧师在分享我们守安息日的祝福，有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提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教、天主教，我们在主日敬拜神，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这一天，今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他记载了许多妇人，他们去拿着香料要去看耶稣。我用中文的会比较大家熟悉一点哈。但是看见那个墓前面的石头已经滚开了。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很清楚哈，在中东，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很干燥，所以呢泥土又不多，所以不像我们台湾这边的习俗哈，较早咱安葬拢爱挖土孔、砍头哈，有棺木，因遐唔是安尼，他们那边是因为人过世之后呢，他们会用白纱布把它捆起来，上面抹上香油没药这样子。如果我们有印象看到埃及的木乃伊，你就知道哦，原来大概就是这种形式，而且不是用泥土盖起来，而是像一个山洞，因为里面都是岩石，里面很干燥，所以遗体会摆在山洞里面一个平台上面，所以才会有妇女，她们要进入山洞，要为耶稣来抹这些香油香膏。好了，这个事情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习俗，或是他们的传统。不过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石头滚开了，不是普通人可以滚的，因为那个大石头是要盖住，要很多人才可以移得动。但是他们走进墓穴，竟然那个墓的门已经开了，墓穴里面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了，所以他们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有天使在他们面前，他说了这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们很害怕，因为那个光不像普通的人，也不像太阳光的逆光啊。然后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还提醒他们说：“要记得，这位耶稣在加利利向你们说过的话。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在第3天复活，哇！他们就想起这句话哦，原来耶稣跟他们讲了，今天他们竟然看见了，证实了，所以这群妇女就一五一十的去把这些事情跟那11位使徒报告。这个就是当初等于是第一现场，耶稣复活的第一现场。而且请记得，在座的姐妹，你们是发现耶稣的姐妹，因为姐妹心思细腻，在最关心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复活，做这个见证。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来分享，刚刚圣歌队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你不知道有没有一起跟着走哈？其实等于把耶稣受难的故事用唱的唱一遍。那部分是今天要跟我们再做一个提醒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怎么去掌握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对复活节庆祝的流程我也很熟了，歌声也很多了，很多名曲都唱了，但是跟我有何关系了？到底跟我何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礼拜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先确认，主耶稣的复活是一连串一个流程，上帝伟大的救赎工程。
我们还记得40天前，我们守望代祷队邀请大家签名，说我们来连锁祷告，要来守40天的禁食祷告，为了要守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从四旬节，再来就是在受难周，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还有今天的复活节，我们这些重要的环节，大家都很用心的去设计、去安排、去邀请大家一起特别在礼拜五晚上，我们的受难日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经过诗歌、经文、祷告、默想，我们做这些为什么？不是为了要复习你对圣经熟不熟，或是提醒你到底哪一个地方你记错了，或是忘记了。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请记得，我们不是为了要经历这个仪式、操演节目、行礼如仪，是因为我们要确确实实的经历救主伟大的救赎工程。这救赎工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一个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始的，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因为他卑微降生为人，跟世人同生活作息，经历了世人为罪所困及生命最大的救赎渴望。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救赎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而是他一个长远的计划。知道人活在罪当中，知道人被罪所困，无法挣脱，无法从那边逃离，无法自己救自己。主耶稣所采取的不是一个救世英雄的模式，是他卑微降生为人，透过玛利亚来生下来，活在拿撒勒这个小地方，跟所有当时的居民一起生活，去体验人的软弱，体验人的需要，体验人的渴望，体验人类到底活着目的是什么。也因为这样，他在30岁的时候出来宣告，他要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意思是说，他讲这些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而是他亲自跟我们的人类，我们的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很清楚讲说，他成为我们的弟兄，一起体验人间的苦难。然后他宣告，因为靠人的力量没办法救，所以是神的力量，他让我们看见这个盼望跟曙光。所以第二个是耶稣在过去这一周，他走上各个他的路程。我们的主的救赎工程一个高峰，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承担。主耶稣的死超越肉体生命结束的无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听到前2个礼拜，突然间有人去餐厅吃了粿条，生命就没了。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心中哎呦，就无差的吼，安奈突然间吃一个粿条就过身体呢？我们会对这个人的离去，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或是被虐的这个小朋友，我们会觉得心中有一点不舍或是求主安慰他们的家属。但弟兄姐妹，请记得，主耶稣的死不是那么简单，他的死是付上所有的代价。也就是说，不是2000年前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了。这世界生生死死那么多，怎么会特别讲到耶稣呢？请记得，他是因为他成就了、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债。他把这些世人所遇到所有的无奈、困境、捆绑、罪恶，他一手承担，把它承包起来，然后用十字架钉十字架，成了摧毁魔鬼权势的大能力。这个十字架本来是屈辱的记号，是当时罗马人
他去盯那些奴隶，盯那些外邦人，他自己国家的国民唔敢盯呢，讲是讲这伤残忍嘛，家己的人唔通安尼遐尼啊严格啊，对外邦人、对那些奴隶或是那些罪犯才这样子做。我们的耶稣就是被钉在当时最残酷的刑罚当中，这刑罚从人来讲是何等的难堪，但是请记得，我说耶稣的死，他是把所有一切的罪恶、黑暗、一切魔鬼的权势全部打包，然后一次解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庆祝复活节的原因。所以，主复活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因为主耶稣的荣耀复活带给人类追求生命丰盛生命最大的确据，也就是说，人类有很多的追求嘛，有很多的圣人呐，讲出很多智慧的话语，大家听得非常的有道理。好，但是只有主的复活，让我们追求的这一些有一个实质的确据，就是讲，其他讲的拢是你家己来啦。圣人甲你教安尼，有啥物好的路要行拢真好，但是你也家己去解决。只有咱的主耶稣，伊告我将咱人类的困境、人类的追求、盼望，要脱离这个罪的枷锁，耶稣用复活来供应了，得到一个确据。所以脱离罪的捆绑，领取生命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救恩呐！主耶稣荣耀的复活，它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或是一个感到非常惊异奇妙的一个奇迹而已。因为这个奇迹，这个生命一直跟你有关。所以基督徒跟复活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到底基督活在我里面是什么意义啊？耶稣复活好，2000年前发生了，他上天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做思考：耶稣到底有没有住在我里面？他有没有影响到我？还是我行礼如仪，来这边听圣歌队唱美好的诗歌，乐团美好的音乐，然后享受一个非常棒的复活节聚会，那就过了。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时时去确认主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是在你里面？那你怎么去把握？光靠思念够吗？光靠想到够吗？要有一个生命的确据，它已经影响到我每日的视野跟生活。好，我们常在问。那这样我的罪到底赦免了吗？上帝有没有真的接纳我？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每天的行事、每天的生活作息，到底有没有破坏跟上帝的关系？你一直会问这个东西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从礼拜五的主受难，思考主耶稣的受苦。这个受苦是因为我犯了罪，这个受苦是因为我被魔鬼的权势掌管，我在那边挣扎。但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已经复活节了，我还活在被捆绑当中，还活在罪当中，你知道吗？可以绑条的绑不开就对了。所以我们有一点这个概念，好像说我们基督徒表面上受洗了，表面上已经是很活跃的基督徒了，但是常常心思意念当中还活在礼拜五的经历中。但是错失了礼拜天，就是主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这是今天牧师借由今天复活节的信息要跟大家提醒的。主荣耀复活的思维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意味什么？我如何在跟基督的连结中生活？我该从基督住在我里面有什么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主钉十字架以后的世界了。这个代志。耶稣定十字架，耶稣告我，咱是活在这个时代，新约的时代，救恩的时代，拯救确实的时代。所以意味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且在每个生命的领域都因为他得到平安。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得胜荣耀的基督徒，有得胜丰盛的生命。主复活让我们获得对罪战争的胜利，还有我们一直跟我们的主耶稣牢不可破的属灵结合。这位2000年前复活的主耶稣，他的复活的大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运转，运转在所有人愿意接纳这位生命的主。当你接纳了，求他跟你同在，你就发生了这一个永恒生命的连结。所以意思是说，咱拥有永生，就是意思上帝家己的生命在咱内底。所以咱基督徒要想的是讲，到底这个生命是我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会喘气，我会食饭，我会巴肚枵，我会要做工课，还是上帝迄个胜利的画面，上帝迄个救恩的画面，一直跟我伫地。约翰一书5章11节到13节，刚刚我们读了第2段经文，请注意这个经文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读中文的。他说：“这见证就是什么？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好。上帝是我们永恒的生命，那这个生命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是他的儿子。本来上帝创造了人类，对不对？在伊甸园那个时候没有生跟死啊，没有死啊，因为我们原来就保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但是没想到我们堕落了，人类堕落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被切断了，你知道吗？上帝本来就有永恒生命，没错，但是借由耶稣基督，再把这个断的链又连接起来，把这个失去的又重新得来。因为他说，生命的源头是他的儿子，那表示你要重新跟这个接上。他说，人有上帝的儿子谁就有这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有没有？我刚刚问说，你有没有确认？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有了就有这个生命，没有就没有。他说：“我写这些给你们，要你们知道我们信上帝的儿子永恒的生命。”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是确信，我们信上帝的儿子，你就有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13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坚信的，他们就是在确认这一件事情，确认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荣耀复活的生命中，我期待弟兄姐妹，我们都享受这个最宝贵、最棒的礼物。无论你现在的生命情境是什么，你的工作顺不顺利，你的家庭幸不幸福，你的人生、你的健康，各样的事情都是你最关心的事情。但请记得，在这些关系的当中，你要先确认你是活在荣耀的生命当中。记得。永生我们说永生、永恒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大家都领了你受洗就领到了，不只是这样子啦，是没错，是不止啦。然后永生并不是你读了一本书，我知道了，那对不起。或是你去参观一个建筑物很漂亮，那我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教堂很漂亮，这个建筑很漂亮，那你以为这样又有了？记得不论是谁，生命中拥有了圣子耶稣，就有了永生，意味着拥有圣子的生命。我们刚刚讲伊甸园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把我们补回来了。所以请记得，这样一个比喻，好像你看见这间房子很漂亮，或是这个建筑很漂亮，但是这个不是上帝的家。请记得，家就是你，上帝的家就是你的生命，上帝的家就是你这个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因为上帝说，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才真正是活着的。感谢主。基督徒有一个跟世人不同的这俗语的称呼了一般的人，他们有一次生两次死，什么意思呢？生命生下来，小孩子生下来，但是两次死是
肉体的死，还有灵魂的死，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从社会一般的人，无信主的人，有一摆生两摆死啦。但是基督徒无同款，迄话是倒变的。基督徒是2次生1次死，你听有意思无？两摆生一摆死，一般的人是迄个一摆生两摆死安尼。这是假设有一种话语的一个回转啦，意思是讲基督徒吼。2摆生，一摆是恁妈妈生你的时阵，一摆是你受洗顶头生，2摆生。所以就唔免2摆死啊。我的肉体会死，没错，几岁了，年老了，退化了，生病了，我离开了，但是没有第2次死，因为灵魂永远活着。所以基督徒你要确信，你是两次生，2个生日。但只有1次死，不要第2次的死。所以弟兄姐妹，体验永生不在书面的知识，知道圣经故事人物，哇，你读得很熟，这边还不够。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大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圣经，知识是比牧师外深的，原文读啊滚瓜烂熟，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批判，为了挑战。到底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可以很熟，圣经很熟，但是并没有生命。所以重点是像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加龙对哦。但后边这句怎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迄实足可惜的。伊种头前我拢有啊，我基督徒嘛做啊，读圣经1年读1摆。做礼拜无欠息，家拢有啊。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今天复活节，我邀请弟兄姐妹，你要到主里面。你懂多少圣经很好，恭喜你。但请记得，我要在主里面得生命。许多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了，你知道？现在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到那个以色列去旅游哈，你不能随便拿十字架出来啊！迄犹太人会甲你磕头脚的，特别去那个哭墙的时候，你袂使显示你是基督徒哎？为什么？他们从旧约时代读圣经比咱较熬啊，但是他们就不接受啊，不接受耶稣啊，懂那么多有什么用？迄经学书啦、法利赛人啊。要甲你辩论圣经，你哪辩得赢伊嘞？所以知道书里面有什么和认识作者很不同。知道书里面写什么，跟认识这个作者，作者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这个圣经的作者才重要啊！你不是认识圣经里面的知识，而是你要认识圣经。圣经最终目标不是成为家里面不会成为你是一个专家啦，而是在你接受了天父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学到讲一位姊妹还是一个兄弟，伊唔捌字，对吧？伊唔捌字啊，伊圣经读也无啊，但是伊就是单纯的接受是主啊，你就是我的主。这款人给我福气，知唔知？唔免去甲你辩，唔免去你论，伊都我单纯的接受。所以一个单纯的信仰是何等重要。我们最怕就是知识越多，离开神越远。所以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永恒的生命。”基督徒能不能拥有最好的启示，意识到你能在在生命里面时刻容纳基督的每一个特质？罗马书5章5节说：“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关键到了，我们说我知道嘛，圣经也认识了。耶稣复活的故事我都知道嘛，但是请记得，求圣灵将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他说：“这个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圣灵，以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复活的基督他存在就是在你里面，充满能力，无所不包，他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意思是说，
你世间有很多好追求的，哇，世间足多好物要互你追求，但是唔通忘记你，把耶稣基督的追求做你的优先，因为你拥有了耶稣基督，其他的就不缺了。因为他说无所不包嘛，他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嘛。4章19节他说，我的上帝会照他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你信不信？信了，你就在主里面得着这个最重要的应许。好，那上帝借着主的复活，第一个，在基督里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意思说，主复活，他在基督里面把一切的福气都赐给你了。以弗所1章3节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被赐火难，借着我们的主。第二个，他将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彼得后书1章3节说：上帝的神能将把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一切赐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荣耀和善德的上帝所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得到这个敬虔的能力，跟主连结的能力。弟兄姐妹，期待我们今天借由领受了圣歌队乐团这一个非常美好的圣乐，把耶稣从受苦到复活一个完整的学习，透过那个美好的音符，也透过牧师再一次提醒你，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在你里面，你把这个当成你最优先的追求，你的生活次序就要被改变，你的生命观念就要被改变，你的所有的价值观要被改变，而且一无所缺。世间人是讲无用试试，无用试试安尼吼，无用到唔知到尾底无用啥货，得到啥货拢唔知。但有人就是单纯的渴慕，像玛利亚渴慕主，渴慕主的话语，然后一切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在复活节及日后的每一天，要为你因着复活的耶稣基督而赐予的一切献上欢呼跟赞美。所以，期待每个礼拜天就看见你来欢呼主的复活。为什么邀请你来做礼拜？不是为了一个仪式或是一个教会需要多少人来参加，而是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每一个礼拜重新演练一次，重新确认一次，重新欢庆一次，重新领受一次。我们等一下要领受圣餐，就在见证主耶稣，他将自己的生命施舍给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先来祷告，然后要先做坚信礼跟受洗。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这是美好何等奇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借由诗歌敬拜，借由主你的话语，再一次得到肯定跟确认。神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但主啊，让我们不要疏忽掉，只是认知，只是知道，只是这样好，但是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生命里面。这是何等可惜的！就好像我们已经在门口看见里面这个宴会，好多好多美好的宴席在热闹在庆祝，但是我在门口没有进去。神啊，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人常常因为某种原因、某种软弱，把它阻隔掉了。主耶稣，求你进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活在你大能的应许当中。成为一个有复活生命的基督徒，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会传福音的基督徒，会让丰盛的生命成为最美好见证的基督徒。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来要为13位弟兄姐妹来做施洗、坚信礼，还有信仰告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13位，我们就从头排一排到前面来哈。我们请同工也是希望来帮助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这的花名，伊那人所欠伊袂相思，好你甲我无欠一件，是不是？那个壮。第3节，好，音乐当中13位，还有坚信你的呢，来，全部哦，好，来13个，来过来一点点，再过来一点点，咱请同工帮忙一下，好，2位，好，然后再6位信仰告白的，好，来俊然来过来，我们的博文兄，博文医师来，好，万成再接下去，好了，你们5个在后面好了，好不好？5个排后面，少年呢到后边安呢，哈。好，看得见牧师吗？看得见。感谢主，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倚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请注意听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我们在座在这里有2位要受洗成人洗礼的，有6位已经在其他的教会参加洗礼了。那今天要加入富强教会，我们要做信仰告白。还有另外5位，他们在孩童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他们到教会接受小儿洗礼，他们今天长大了，自己决定要成为荣耀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要自己坚信你，成为神的国民。这个时候，要问所有的13位，你们按照我们投影片里面所问你们的这个誓约词无论是成人洗礼、坚信你跟信仰告白，你们同样来回答我哈，同心回答。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感谢主。你们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愿意。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感谢主。我们11位都已经受洗过了，所以他们就不用再重复施洗。但是有2位牧师要带你们请到上面来，我们请满族长老跟谢牧师来协助。来，第1位是我们的好若云来，若云到前面，你方便跪吗？如果不行，用站的没关系。好，我们扶他一下，慢慢来，扶他一下，来，这样可以吗？OK， 好，可以哦，慢慢来。我们的若云呢，在前年底就本来要受洗，但是因为发生了车祸但是他还是坚信，等恢复了，他就来这边，我们来为他来做施洗。林若云，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来起来，来用力，来，慢慢，好，下来，可以下来，好。第2位我们请柏林姐妹，刘柏林姐妹，来，这样，好，你排跪，要满出长老，
第二位是刘伯伦姐妹。刘伯林，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慢慢起立，慢慢起立，小心。感谢主。牧师这个时候来做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或是坚信你信仰告白。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今天主复活的节庆，我们为这13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成人洗礼，或是坚信你，或是信仰告白，我们确信主你将宝贵复活的生命进入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在你面前承认主耶稣，就是承认的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当中。他们有的小时候在教会小儿洗礼，有的在别的教会参加成人洗礼，但今天我们感谢你，他们都成为富强人，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我们的主上帝，求你使我们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能够更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曾经离开了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归来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忠实的仆人。我们为这一群同工弟兄姐妹献上祝福，求你在他们往后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主的同在，就走得更稳健、更丰盛、更得信望爱的人生。主啊，他们是你所爱的儿女，求你亲自保守扶持他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拍手，谢谢。我们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来，我们5位年轻人到上面来，5位年轻的到后面这个楼梯这边。好，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要请谢牧师来赠送一个教会的礼物给他们，之后我们要请长老给他们握手祝福，然后拍一张合照。拍完合照呢，我们各单位哇，他们很热情，看到他们的小组员啦、他们的亲友啦受洗，他们要送小礼物或是花给他们，我们再接下去哈。好，牧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因为人多，我就用念名字哈，比较快。第一位，我们看第一位受成人洗，就是林若云，举个手好不好？若云举个手，好。啊，刚刚牧师说他脚行动不方便，因为那个脚内底有电梯啊，就在前年他不小心发生了车祸，一直在养伤当中，他的头壳要开刀过，所以我们请大家为他祷告，因为这个年轻受伤不是简单的事，让神能够全然的生命健康赐给他，让他在家里能够做好的见证。牧师鼓励他说：“你受伤你都要活得更较丰盛，人家才知道说你得救恩典是何等美好哈。”若云他本来是高雄人，他现在住在安南区哈。他是由我们的烟花姐来带领的。烟花姐在这边吗？好，感谢主哈。好，来第二位，我们介绍快一点。柏林姐妹举个手，柏林姐妹呀。柏林姐妹足奇妙的呢哈，她本来不是基督徒啦，但是很奇妙，有一次她跟我们的怡思妍姐妹是好朋友、好同事。有一段时间因兜拄着一寡代志足郁卒的，心情足歹，感觉讲人生哪会遐来啰嗦安尼思妍姐就甲伊讲：阮咧抄真言呐，抄真言呐，你敢要试看嘛？伊讲：这咧无代志无用，搁要抄真言，要试看嘛咧？因为他就是很顺服他也不是基督徒，他竟然抄真言，他就说这样开始生命被改变，真言上帝的话成为一种祝福，成为一种献祭。然后他遇到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就跟思远姐说：“我要报名洗礼。”所以抄真言竟然会救一个人的灵魂生命。那个拍拍一个好不好哈？好，再来呢，我们有6位是在别的教会受洗，但是今天加入我们富强教会，真的很感恩哈。第一位是林俊南弟兄。俊南弟兄呢，他本身之前是在安平的这个卫理堂受洗哈。他因为来到富强，我们的
我们的龚医师来接待他，就鼓励他参加了我们的鹰展小组，就一直很热情参与就加入我们这个教会感谢主，希望我们更多人接纳他带领他好他本身还很年轻呢，我们为他祝福来，第二三位我来介绍，就是我们的杨伯文医师跟李信怡姐妹，来拍手2位因两位已经伫咱教会嘛，礼拜看3、4档啦3、4、5档杨医师呢，他本身是耳鼻喉科的专科的医师，在咱仁和路遮那定你若小可咧感冒咧扫咧咳咳去找伊安尼就对牧师定有时甲报道一下安尼杨医师呢，他读医学院，然后信主他是在巡理会，咱伫高雄的这巡理会受洗那我们的信仪姐妹呢，她年轻的时候留学她本身是基督徒了，但是留学的时候在台湖教会，在洛杉矶台湖教会来受洗他们在几年前，因为开业在仁和路所以他们夫妻就来我们教会，3个可爱的孩子也都来参加我们的教会信仪姐妹最近很热心参加我们的小组，我们的3营小组说做很多很好的服事啦我们再次热情来拍手鼓励他们。来，另外这一位男生，我们的万成兄，举个手，万成兄好。我们的万成兄咱教会足够招，咱足会友足够招。咱的迄个迄个光显兄伫倒，光显兄是咱万成兄的同事，是咱的机密企业的员工啦他们在几年前退休。我们的光显兄讲你退休回来教会啦。原来他知道，他以前在年轻在幼年的时候，曾经在高雄玫瑰堂天主教洗礼，但是后来读书工作有一段时间就断掉了，很可惜。但是他说他退休前，他就想说，我退休要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就光显兄带领他们来富强教会，他参加松联团契，伊也参加咱的这个读经班迄个读书会嘛做咱的义工就用心所以他就说好，我要来决志加入富强教会，我们再给他鼓掌一下。那另外2位也是夫妻，就是吴大伟跟汤于瑶，举个手大伟跟汤于瑶后来我知影讲，我们的大伟就是我们满族长老的亲戚啦，满族顶落的亲情，因婆婆迄边的亲情大伟大伟你拄则有看到无？伊伫遮咧扭小提琴呢，他也是服侍，他是音乐人啦，但是现在做金融业就跨行跨业的伊伫咱3营小组做点新产物也有音乐的恩赐又有金融业的背景他跟太太一样，于瑶也是一样，他也是在做这个金融方面的工作2位都曾经在别的教会受洗过，我们求主带领他们在我们的富强教会有美好的服事。好，拍手鼓励。好，接下来5位一起介绍，因为这5位有亲家关系啦来，我来念一下念你个名字就好。桂璇，好，桂璇，他是哥哥，弟弟叫桂红。因2位是咱傅明兄甲美玲姐拄来唱圣歌队的2个兄弟。咱的这个桂红就是拄则咱的讲过迄个啦。你若听到蹦蹦叫，就是伊咧讲他是读科大的，读那个科学的准备要台积电工作的，但是各也要讲过，够厉害所以2个都可以学习了，感谢主。好，再来燕巡，举个手。燕巡燕巡呢，就是我们洪阳兄跟苏明姐，我们这个圣歌队长的儿子。伊的囡仔足优秀的，大汉查某囝，去年去美国读留学去约翰霍普金斯，对不对？老二，对。这是老3儿子现在在台北医学大学读1年级1年级牧师鼓励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救世救人的医师啦，不是只有赚钱而已，要救世救人，成为基督徒的好医师。”我们给他鼓励一下。这样另外2位也是姐妹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唐耀兄跟苏令姐，也是我们美娟老师的孙呐，伊也叫伊阿哥，啊，所以这5个拢有真正关系啦。啊，这个烧酒招好的，讲要来见信你，你看，咱兄弟姊妹烧酒啊，做好事嘞吼，啊，感谢主。我们的可恩现在读大学1年级哈，他是这个服装设计师啊，好，啊，可心呢是读高2哈，读高2哈，啊，一位会弹吉他，一位会打羽毛球，而且哈有服装设计的恩师哈。啊，所以真的是很优秀的青年。我们期待教会老家要未更新力，囡仔洗礼了啊，更新力就学他们，就的归官。我们在暑假还有一次一起来受洗哈。好，我们请长老来握手，来一起拍照，一起拍照。我们请长老跟他们祝福哈啊，我们站在台上准备请同工来拍照。那等一下要拍照的时候，我们就把口罩拿下来，可以吗？哈，祝福你们。那我们要送礼物的、送花的，等我们拍完照再进来，这样比较环境比较清爽一点哈。好，我们站好位置，我们拍一张照哈，做纪念。有吗？好，站好了吗？怎么样？看不太到，上来。你们上退后一步可以吗？我们第一排的最后一步，啊，站高一点。好，来一起站高一点。好，站高一点哈，来，好，对，啊，不然有几位站到第一排啦？有几位站到第一排？你们再退后一步可以吗？前第一排的，好，在最后一步，这样照起来会比较完整一点。可以哈，可以，来喝。啊，牧师来站旁边也可以，来，好，你站进去，牧师站旁边，好，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照一张相，我们请要送礼物的准备哦。OK， 好，谢谢，我们留在原地，来排一排，你再下来，长老可以先退席。来，我们各单位要送礼物跟祝福的，赶快过来哦，哈，宽一点才不会挤在一起，好不好？宽一点才不会挤在一起。啊，这是咱教会吼足好的传统啦吼，礼物拢摕甲手拢摕袂了哈，祝福他们啊！等一下有个别的照相，我们在各小组带照相，好不好？哈，等一下个别小组啦，单位要照相，我们再来照。好，我们给一个掌声，请他们回座了，谢谢。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圣餐哈。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请同工来预备哈。我们一首圣餐的诗歌，我们来唱。愿打主接甲主坐倒，唱1节甲2节。愿打主接甲主坐倒，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伫教圣经信仰故事，日愿心来做模范。甲阮通过知识研写，听的胜利达委团。唱第2节。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
求和平。基督求你使愿听心，而你赦免无怨叹。好愿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也属于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兄弟姊妹，请来听主耶稣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吹大。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欺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恩典甲咱伫地。所听的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我对主受，也要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各位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来祝谢，阁有捧杯来祝福，这是咱奉主的名，咱三甲来感谢。主，阮的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筵席，为着你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真侪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恩典中，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兄弟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捧杯，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咱请小会员三甲来做服侍。基本上，今天这依然用这个2合1的圣餐，2合1的圣餐，所以请你领了一份，就等于有饼跟杯了哈。那你拿着的时候，先把你的透明的薄膜把它撕开，把那个饼放在手上，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像刚刚你领受了主耶稣复活的恩典，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个是你的生命的赏赐，我愿意接受。领受这个生命，就领受了全部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向神祷告。我们站在比较外面的、比较边边的，可以走进来，向我们的同工来领这样的圣餐。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如果做中间一点的，也不要客气，可以领2个传给他也可以哈，因为他这个不会倾倒，没关系。你可以从边边的，然后多拿几个，把它传到中间来。我们在比较外面的哈，或是比较角落的，或是在婴儿室、我们的音响室，我们都可以主动到前面来拿。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比较不明显，可以举个手，谁还没拿到，可以举个手，让同工可以补给你哈。
有没有谁没拿到的？举个手。刚刚13位都可以领了啊、哦，啊，都可以领了。先把你第一层的透明的薄膜把它撕开，把饼放在楼上还有缺，楼上还有缺，有同工可以拿过去补哦哈。后面还没有，楼上还有人没拿到。楼上的还有可以举手哈，还没拿到的可以举手。还有再举个手可以吗？有谁没拿到的，可以节省时间。楼上哈，今天我们楼上的位置比较多人哈，还没拿到的再摇个手，这样就方便拿给你。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再请问一下，还没拿到的可以摇个手，可以补给你。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好，大家都拿到哈，我们把饼放在手上。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大家三甲来领受。再请第二层的铝箔把它撕开，小心撕开。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恁来纪念我，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个过偌济的时刻，阮用圣餐来见证主耶稣为着阮世间人献上主你的宝体，甲流出宝血，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劳。阮感谢你，互阮领受这个确信，阮这个。微微的生命是甲主耶稣基督各我荣耀的生命相结连。我们感谢父神，让我们今天一起领受圣餐，也见证了基督徒大家彼此合一同心。我们要在这里主起上帝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做主的差遣，做传福音的工作，让更多人领受这样荣耀复活的生命。我们再次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准备来做奉献，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甲整理咱的圣餐道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举行圣餐，我们知道这个是2合1的，那种一个回收哈。我们请大家帮忙把这个空壳子回收放在我们的回收桶里面，这样比较不会引起脏乱哈。第二，我们在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有特别为圣餐做奉献。意思讲，你有一个普通的、一般的主日的奉献，有一个奉献袋夹在周报里面，它就是为做宣教的奉献，为救助弱势者奉献。我们是对外的奉献。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可以分2边来做奉献。当然，
我们如果在节期复活节，你觉得我要感恩，也要可以为复活节的节期来做另外奉献，可以拿奉献袋来填上文字哈。这时我们请诗会来帮忙，我们准备来做奉献跟后面的报告。这是咱三个来奉献。会众请起立。请坐。咱三个来读本月金句。华语跟台语我们各念一次哈。第一个华语咱读一届，咱先读台语的。来，这回来。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求的我，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今肉体可有的我。是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太书第2章20，咱们华语念一次哈。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20节。让我们打开这个礼拜的周报，请翻。下礼拜的诗会是由花文凯长老，请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让我们看一下第3项，我们今天会后呢，执事们会发给每个会友一颗彩蛋，复活节彩蛋。我们看第3项。代祷团伫4月21號下晡1點半到3點半，邀請到李素贞牧師來見證的分享。來報名單甲迄個有興趣的，請到迄個代禱處還是辦公室來摕報名單。我看第5項，第2季的服事表已經出來了哈。
请大家到办公室索取。再来是第二个，今天为复活节，今天只有1堂礼拜，爱心午餐暂停1次。第3项是清明节连假，有4天的连假，那我们礼拜4跟礼拜5呢，办公室是休息的。如果有急事的话，请打电话给牧师。在我们看第5项，第5页的最后一项那边，保罗牧区消息，将在4月14号。举办一个富强春运，这是由保罗牧区跟主日学联合举办的，有兴趣的兄姐妹可以来报名。我们其他请夏牧师来补充。OK， 好，谢谢。弟兄姐妹哈，我们今天主日学也举办同一堂聚会哈，他们也在那边为老师举行圣餐呐，我们请曾牧师去主持哈。他们呢，今天特别有我们指南执事在复兴国城那边办了一个48的学生的一个团体来这边做一个课业的辅导哈。今天他们特别邀请他们来参加主日学，有2位家长来我们这边哈，我来欢迎哈，简玉珊还有江婉玲2位姐妹在这边，还在这边吗？有没有在这边？来，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哈，欢迎。简丽珊姐妹哈，江婉玲姐妹哈，欢迎你们来参加。好，谢谢，请坐哈。希望你们的小朋友来这边也参加的更快乐哈，更愉快。那第2个，刚刚有讲到说彩蛋哈，因为我们人多了哈，因为彩蛋很方便，一个一个的，所以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咱伫迄个楼梯卡5楼甲4楼，伫遐甲咱的执事。咱的同工来领一粒2安尼代表主耶稣各我的喜乐好，我们请看那个下一张图片，有刚刚牧师提起过了，请下一页。我们的管弦乐团刚刚我们这一团管弦乐团非常棒的演出那我们希望教会更多人参与这样如果你有一点基础可以来报名我们有一个 QR code 在周报里面。在我们的那个那里点推点推的广告里面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圣歌队他们用了好几个月2、3个月时间预备乐团的配合而且那些谱牧师看拢无啦足复杂的足迄个内面有足多无同款的乐器。我们再次给我们的乐团、我们的指挥司琴圣歌队拍手，谢谢。好我们清明节到了弟兄姐妹如果外出来扫墓或是各方面，请大家注意安全大家有一个追思会，用一个祷告诗歌来见证神的救恩好，求主带领大家都平安。我们到这边报告，谢谢。咱三个来念圣诗98首，会众请起立。基督给我唱和散了煞。接来请牧师来祝祷。基督给我唱和散。对呀，好。点睛光野大喜剧。请看旷野山雾中间，一丛大树摊开看，伊伫树叶风声稳定，后壁通拢无煞。基督给我打着魂志，把望困客个记。清早行伫彼路中间，仁爱能力大无比。澎湃庆贺主过我，无做路无做朋友。耶稣做咱有力帮伴，欢喜和平应享受。基督给我天顶对。甲情应袂过相当，基督信做我命白开，
分予受苦世间人。但对撒旦勇敢宣告，提起主意经过我，因我上帝心所常在，满足追求和善呐。我们在领受从神来的赐福跟恩典，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来避讳。我们一起鼓掌好不好？牧师再做一个补充介绍。我们还有个新朋友没有介绍到，庄玉洁姐妹是不是在这边？欢迎，拍手欢迎。刚刚我们受洗跟坚信你的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有没有家人来这边的？来观礼的有没有？没啦哈。好咱兄弟姊妹吼，咱要出去的时，甲咱的执事来领这个卵吼，领这个卵哦吼。多谢。我们小组跟单位要照相的可以补照片、补照相哈。